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8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4篇15节到22节，约书亚记22章第1节到第9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警醒警戒。前主日咱分享到谨慎的主题，也透过几位圣经的人物，以及以弗所书第5章的经文，提到着基督徒应该伫生活中间来谨慎，因为伫咱周边挑战甲影响真济真大。如果无有谨慎的话，就容易陷入伫迄个罪的中间。大卫对伫伊的囝所罗门王的提醒甲教导嘛是安尼啊。伊所强调是所罗门王以及伊的囝拢得爱遵守着上帝的诫命旨意。安尼才会通谨慎，才会通避免来试探。真可惜是所罗门王后来就失去着警醒，离开上帝的道路。约书亚对路边、迦得以及玛拿西支族的一半的人民讲话，伊提到着讲，因着爱真遵行上帝的命令，然后就会当享受太平的生活。但是伊阁是爱强调，阁一处会强调，着爱谨慎啦吼。约书亚记22章第1节到第9节，约书亚对因讲，迄时约书亚调集路边支族、迦得支族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，对因讲，上主的仆人摩西命令恁的，恁拢着遵守。我命令恁的，恁嘛有听叹，一直到今仔日，恁遮尔久拢无放杀恁的同胞，恁有遵守上主恁的上帝所命令恁的。当上主恁的上帝有照伊的应允，互恁的同胞享受太平。现在恁通倒转去恁兜。倒转去上主仆人摩西伫约旦河东边赐互恁做家业的所在。毋过恁一定着谨慎，遵行上主仆人摩西所命令恁的诫命甲律法，听上主恁的上帝，行伊一切的道路，守伊的诫命，忠诚无离开伊。专心全意来服侍伊。约书亚甲因祝福，送因去，因就倒去因兜。玛拿西半支族已经伫巴山对摩西分着家业，另外半支族伫约旦河的西边，甲因的兄弟做伙，对约书亚分着家业。约书亚送因倒去的时，甲因祝福，吩咐因讲：恁着将抢到的战利品，就是真济的精生、金、银、铜、铁，甲非常济的衣服，摕倒去恁兜，分互恁的同胞。对安尼，路边支族、迦得支族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，就对迦南地的示罗出发，甲其他的以色列三世因倒去得到的基列地，就是摩西照着上主的命令，互因做家业的所在。基督徒应讲着爱警醒警戒，通好互家己伫生活中间来避免受到诱惑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基督徒讲着爱警醒警戒，并且着爱明辨是非，毋免得也袂入伫迷惑。
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。兄弟姊妹啊，关于这个代志发生的时及期，无需要写批甲恁讲，因为恁家己知主的日会亲像贼暗时偷偷仔来。人伫讲平安无事的时阵，灾难亲像山呼吹尽会痛痛，忽然间临到恁，无法度通过逃避。毋过兄弟姊妹，恁毋是伫黑暗中，迄个日袂亲像贼仔忽然来，因为恁拢是其他会光明的人，是日时的人，咱毋是属迷时的，毋是属伫黑暗的，所以毋通亲像其他的人伫困，着警醒，着醒起来，因为困的人拢是暗时伫困，酒醉的人拢是暗时伫醉。既然咱是属日时的人，着谨慎，用信心、疼心做护心甲穿，用得救望做头盔来抵。上帝要安排咱受刑罚，是要互咱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得到救。基督替咱死，是要互咱无论是死还是活，拢会当甲伊做伙活。所以，亲像恁现在安尼，着继续互相鼓励，彼此造就。不但着爱警醒，着爱警戒。保罗爱基督徒，着爱武装起来，通来对抗歹的人。保罗提到着讲，着爱亲像军人，亲像穿军装共款的装备，才会当对抗着人的攻击、假先知、假教导的游戏。也亲像咱昨分享着讲，基督徒耶稣基督呢，提起门徒，着爱提防法利赛派以及希律的毒驾共款，一定爱警醒、警戒，才会当防备。才会当避免。现代基督徒伫咧面对更较多元的环境，无时无刻存在的挑战甲诱惑，更较是需要警醒警戒。诗篇34篇15节到22节，上帝的目睭看顾义人，伊的耳孔听因的祈祷。上主对做歹的人辨面，对世间撤销因的名。上主听义人的求救，救因脱离一切的艰难。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，拯救心痛痛的人。义人有真济的苦难，毋过上主救因拢脱离。上主保全因拢总的骨头，一支拢无拍折。罪恶会害死歹人。怨恨义人的会受定罪，上主救赎伊的仆人，我靠伊的人连一个拢袂受定罪。恳求主帮助阮时刻警醒，经常来警戒，互阮会通来避免着试探的引诱，会通来离开恶的陷阱。因此，阮继续行伫得救真理的道路，直到阮得救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